又係紫微斗數由細學起嘅環節啦，由啲細星星學起咧，先至能夠領略紫微斗數嘅威力。今次講嘅係大耗，顧名思義啊，耗就係減少、蝕咗、勞損等等咁嘅意思。大耗就係好明顯無法阻止嘅損耗。如果你嘅命宮個人就會勞心勞力，如果有吉星咧，就係一個淡泊名利嘅人喎。如果喺夫妻宮嘅話，個人就會傾家蕩產咁去追求愛人。如果有吉星，就好似范蠡西施咁嘅愛情故事。如果喺財帛宮咧，咁就一定儲唔到錢嘅，賺咁多使咁多。如果喺疾厄宮嘅話，又容易染上暴瘦嘅病，又或者做啲勞動嘅工作咯。如果喺遷移宮，就只會係喺出邊使錢，亦都可能俾人呃嘅。如果係朋友宮嘅話，好可能好義氣，好可能蠢到俾人呃晒啫。如果係事業宮嘅話，即係做嘢成本好高，都係勞心勞力嘅工作。如果喺田宅宮，真係會捉隻老鼠入米缸啦，成日唔見嘢噶。如果喺福德宮，就會亂諗嘢，運氣好反覆噶。好，今次就到呢度為止。